Practice makes perfect。小學生想知道自己對學過嘅課題有幾熟悉，又或者想拔尖保底，離不開多做優質補充練習。牛津大學出版社及旗下啟思出版社隸屬英國牛津大學，所出版嘅學材全部都有質素保證。但係面對咁多牛津啟思小學補充練習，應該點揀？唔使擔心，睇完呢條片，5分鐘內教你點揀，令小朋友學得輕鬆，考得好。首先，建議家長先了解子女校內成績，揾出佢哋中英數3大主科分別屬於較高分啦，抑或較普通。如果平時測考成績較理想，可以考慮先入手尖子精進系列，然後按科目選取合適嘅補充練習。呢個系列程度較深，主打讓底子較佳嘅小朋友更深入地學習相關課題，進一步加強佢哋嘅裝備，以應付日後更艱深嘅學科知識。練習講求真真切切、融會貫通嘅理解，具有挑戰性。如果平時表現相較冇咁突出，則可以考慮先入手恆常特訓系列，然後同樣按科目選取合適補充練習。呢個系列程度中等，主打幫助小朋友扎穩根基，釐清抽象嘅概念同語法，增加詞彙量，以及全面地熟習學校教授嘅課題，務求成功轉危為機，有效提升測考分數。每個書目都有佢側重嘅項目，一睇書名就一目了然。當小朋友完成整個恆常特訓系列嘅補充練習，就可以向尖子精進系列邁進啦。其次，家長要睇睇日曆計數，睇下測考係咪逼近尾節。如果係，咁就應該先入手考試必勝系列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等測考過後，再回歸恆常特訓或尖子精進系列。考試必勝系列顧名思義係為協助小朋友攻克測考而設，每一本都緊貼教育局課程大綱，按照教科書學習重點精心編寫題目，題型多樣，部分更融入大量名校試題，以及附有答案詳解、解題策略，甚至自學短片。呢啲配套可以大幅提升溫習效率，考取高分自然冇難度。好多時小朋友未必係掌握唔到學科知識，更常見嘅情況係唔識解題或者答題技巧差，唔識應付不同題型。呢個時候最需要擊中要害嘅考試必勝系列。牛津啟思小學補充練習由專業編輯團隊編寫，除咗答案詳解同溫習手冊之類嘅溫書好幫手之外，絕大部分都附有 QR code， 一掃就可以睇到不同教學短片，既有趣又能提升學習效果。牛津啟思嘅小學補充練習內容緊貼教育局課程大綱，可以配合各大出版社嘅課本使用。即使小朋友並非使用牛津啟思嘅教科書，依然冇難度。家長只要先比對教科書目錄同補充練習嘅課題排序，喺做練習嘅時候調整返操題次序就可以啦。想了解更多，立即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或者上牛津網店睇下啦。